现代人愈来愈重视食品安全的问题。屏东的九如乡农会甲中央畜牧场合作，推出有幸福猪标种的肉品嘛提供使用有机肥的菜色。即场市特别甲下集，咱做伙来看卖。屏东九如乡农会的超市有即款有幸福猪标种的肉品，也个特别标示无使用农药的有机菜色。虽然这个产品价格有较悬，不过也是卖甲真抢市。吃起来比较安心，对，也没有农药，贵一点也是可以哈，因为有标章。一点点可以的，太多就不行。农会表示，这个肉品甲菜色拢是为中央畜牧场来的，是新农种的猪农所平伫咧经营。畜牧场的猪肉强调无药物残留，饲猪产生的废水经过处理了后，也通直接用来用餐，所以菜色拢是使用有机肥料。农会特别甲因合作，就是为着要推广友善环境的农产品。因为幸福猪它没有用这个瘦肉精它也是非常重视环保野放，所以它的产量比较低。那一般它是比传统的猪肉贵了一点。我们会用藻液来做浇灌，还有自己制作的有机肥，是一个很好的循环农业。经济九如乡农会的超市表示，民众愈来愈重视健康食品的安全，农会也继续引进有食品标种的产品，提供消费者多元的选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最近